Hello，各位朋友，又係我早市啊！今個禮拜三6月10日，谷草會有9場夜賽上演嘅。我嘅精選場揀咗尾場嘅3班1200嘅。比較喜歡一隻半冷門啦，嗰隻當家精彩嘅。雖然升咗班上陣，但係今季跑呢個路程其實都未甩過獎金啊！不如睇翻佢上一次4班孭重磅嘅表現先啦。當家精彩嗰場係5月20日4班1200咁起步排外檔啊！而家黃帽63黃酒隻灰馬又搶埋嚟啊！但係排大外檔始終都係俾其他馬頂住咁。而家放咗出嚟就係今次賽事有份跑嘅巴閉王啊，跟住第二碟頂住佢就係啱啱喺田草賽事都入 Q 嘅明德輝煌。咁而家當家精彩又都喺第三碟有少少搶口㗎啦，但係都冇辦法㗎。後面就有雷城太保跟住開面嗰個喵喵怪佢之後再出都入咗 Q 噶，跟住再後少少就啲缺一劍今晚就真情嘅，咁後面仲有啲靜哥哥，然之後依場嘅頭馬星運笑着之後再出咗再贏噶，咁而家差唔多轉彎嗰陣時巴閉王放係一個馬位嘅。嗰隻明德輝煌一路頂住咧當家精彩啊，後面嗰隻雷神太保又抽一抽啊，咁反而星運笑着攞出去大外檔嗰個衝嗰個去勢幾勁啊！咁而家前邊嘅巴閉王走得咗個幾兩個馬位，但係星運笑着已經先過咗當家精彩過埋嗰隻巴閉王咁當家精彩又同嗰隻明德輝煌鬥啊，最後都壓到佢跑翻第三。嗰場當家精彩雖然對呢個頭馬星運笑着係冇威脅啊，但係星運笑着已經再出再贏啦。而且喺佢周邊嘅對手其實紛紛再出有好表現啊，好似佢壓到嗰隻明德輝煌啱啱喺4班田草1200跑第二嘅。所以今次呢隻馬升咗上嚟3班上陣，雖然都係排比較外啲嘅檔位啊。但係以磅輕同埋佢喺1200咁準成嘅表現都應該有助位望贏嘅機會嘅。次選方面會揀翻一隻東來欣賞啊，乜嘢馬又係好似當家精彩咁，今季跑個路程都係未失過獎金嘅。而且呢隻馬上一次就喺3班嗰個贏馬，證明喺個班次都唔會話唔夠班嘅。雖然今次又要孭個重磅上陣，但係周俊樂手風順之餘告東尼全晚嗰啲馬都幾惡嘅，再配合翻排翻個中內檔起步，早段應該唔會太落後，而有啲後勁嘅馬仍然可以有機會爭取連捷嘅。第三選方面揀隻比較冷啲嘅就係呢個7號嘅好吉利高啊！呢隻馬初出嗰場嗰個票數唔算話太冷落嘅，但係又包尾翻嚟。但係之後都唞咗一排先再出㗎。之前2課集，一課放頭，一課後上嗰個走勢都幾好嘅。所以今次又換咗啲配備上陣都係今場嘅危險伏兵嚟嘅。至於第四選揀翻隻應該係位置機會比較高啲嘅勇霸龍啦。之前喺4班贏馬嗰場就用到些少前速，跟住啲放頭馬入嚟就可以取得久違嘅頭馬。但係上次升翻上嚟3班都係位置交代嘅啫。所以今次雖然有呢個一檔之利嘅，但係睇嗰個實力應該都係位置機會比較高啲嘅。6月10日我嘅谷草精選場係咪介紹尾場？順序係12號嘅當家精彩、1號嘅東來欣賞、7號嘅好吉利高同埋6號嘅勇霸龍。至於三寶場合由於介紹精選尾場關係介紹係次口12注嘅。頭關係第7場嘅3班1800米揀2匹重磅馬，包括1號嘅快路同埋2號嘅川河耀區。快路贏咗呢個同班同程之後3次都係跑田草啊，所以輸咗都係敗不足據嘅。今次跑翻呢個近勝嘅谷草1800米，即係回配翻贏馬配搭楊明倫都應該係出擊嘅時候啊。至於嗰隻川河耀區其實係計喺外地嘅賽績都幾好啊，因為喺皇家亞士谷賽期都跑到第3，而且頭2馬其後都喺歐洲嘅級制賽有好表現嘅。可能呢咁嘅北半球馬嚟到香港都係適應需時啦。但係前一仗跑呢個泥地已經可以係入到 Q 啦。上一次換咗阿莫雷拉跑起步慢咗，沿途居後可以抹咗佢嘅。
今次再轉配備而回配翻去上名嘅配搭啊，周俊樂咧應該會有較主動嘅跑法可以偷襲嘅。咁至於次關啊，就係呢個第8場嘅3班1200啊，揀2匹嘅，包括係呢個元力寶同埋呢個財將。咁元力寶都係名氣馬嚟㗎，但係之前喺季初咧已經係流過鼻血嘅，咁所以延至到季尾先復出。咁但係蔡約翰對於咁嘅有質素而健康受挫折嘅馬咧，都幾有耐性嘅。好似嗰隻首飾孖寶咧，都係操夠復出即刻贏馬。咁所以今次嘅元力寶咧排咗一檔起步9優復出咧，都唔可以話抹殺佢嘅機會嘅。咁至於嗰隻財將唔使講啊，出賽兩次都贏咗馬，尤其是上一次咧。雖然即係贏4班1000米，但係嗰個姿態咧係好誇張嘅，入直路啊仲輸好多底下，可以後發先至咁樣險勝咧，有理由相信呢隻馬今次升班跑長200米更加合腳法嘅。咁都係講過告東尼啊，全晚都係大手配合出擊啊，咁所以呢啲馬咧係未敗之師咧，都係應該係重心嘅出擊對象嚟嘅。咁到尾關頭先講過，第9場都係3班1200米揀3匹啦，包括係1號嘅東來欣賞、7號嘅好吉利高同埋12號嘅當家精彩。咁今次6月10日，我嘅三寶提供都係12注介紹次口嘅。頭關係第7場1號嘅快路同埋2號嘅川河耀區，次關係呢個第8場5號嘅元力寶同埋8號嘅財將，跟住尾關係第9場1號嘅東來欣賞、7號嘅好吉利高同埋12號嘅當家精彩。咁踏入6月咧，都係好多越洋轉播賽事㗎。今次跑完谷草野賽之後咧，先有一波越洋賽事喺星期6上演嘅，就係呢個澳洲昆士蘭嗰邊嘅1級賽啦，係讓賽嘅。咁但係嗰日咧就係跑黃昏馬。咁到禮拜日咧又有呢個寶塚紀念賽同埋夜晚嘅法國橡樹賽做轉播啊。咁到時我哋再見啦，拜拜。